嗨，我係阿仔。英超第34輪，曼聯作客般尼茅夫，喺打多一個人嘅情況下，曼聯喺補時階段憑住海倫嘅入波1-1逼和般尼茅夫。賽前大家仲以為阿摩連會收起部分主力，留力踢周中嘅歐霸杯4強首回合，但結果所有主力都正選上陣，睇嚟阿摩連想喺呢場波度俾班正選球員攞翻少少比賽狀態。而傷愈復出嘅蘇爾今場仲正選上陣打足90分鐘，可惜比賽初段好多球員都打唔出水準，好似真係唞咗1個星期之後又變翻唔識踢波咁樣。比賽去到第21分鐘，亞當斯一次嘅攔截，成個加拿組俾佢炒到飛起，球證都只係俾黃牌。而曼聯亦都喺呢一個罰球開出冇耐，多古俾人喺左路截到個波傳中，艾雲利神後爭將個波交咗去俾斯曼尤，佢左腳勁射破網，般尼茅夫領先1-0。曼聯亦都唔係完全冇攻勢，般奴喺後半場長傳，加拿組突破對方守衛，面對住龍門1打1嘅佢諗住撩高個波笠籠，可惜基柏快手一撲，將個波撲咗出底線。曼聯喺中後場多次嘅傳送失誤，令到落後嘅曼聯更加難去組織進攻。就係咁，上半場般尼茅夫領先1-0，下半場出到嚟，般奴褪後一格喺防中位置度攞波做組織，令到曼聯喺中場斷纜嘅次數慢慢減少，而錯過咗2-3次機會嘅加拿組，亦都俾般奴喺比賽中後段不斷提佢要翻嚟協防。去到下半場57分鐘，多古喺左路一次攔截，成功踢走咗個波，而對方球員史密夫更加一腳踢咗落去多古度，球證居然認為多古呢下鏟波犯規，仲俾咗張黃牌多古。其實慢鏡已經睇到多古係完整咁樣踢走咗個波，仲俾人踢咗腳。而奧特拉主射呢個罰球省中未能夠擴大比數，而多次粗野攔截嘅般尼茅夫喺第70分鐘，艾華利神喺中場一次攔截，雙腳鏟跌咗馬沙拉維，球證本身出示黃牌，但係睇完 VAR 之後改判紅牌，將佢直接趕出場。其實早上半場亞當斯嗰個波就應該要俾紅牌啦。賽後有人就話佢只不過係跣腳而唔係特登，但慢動作睇翻佢點都係雙腳踩中咗馬沙拉維，紅牌真係冇得鬥氣。去到比賽尾段，曼聯基本上撳住般尼茅夫嚟打，般奴亦都試過一次遠射，僅掠門而過。最終去到補時第6分鐘，般奴將個波傳咗去左邊俾蘇爾傳中，烏加特第一時間篤個波諗住射門，結果彈到去海倫面前，佢順勢一腳將個波射入，幫曼聯追和1-1。海倫終於喺經過6場嘅入球荒之後再次取得入球，最終曼聯1-1逼和般尼茅夫。喺打歐霸之前冇球員受傷，海倫亦都破咗入球荒。賽後曼聯34戰10勝9和15負得39分，排喺聯賽第14位，距離第13位嘅狼隊爭2分，領先第17位嘅韋斯咸3分。封面我就話呢場波只係好彩，我意思並唔係話呢場波打和攞到1分好彩，而係一場咁重要嘅大戰之前，幾乎有2名主力球員因為對方粗野攔截而受傷。究竟係一場大戰前俾球員攞翻狀態緊要啲，定係佢哋冇傷病緊要啲呢？呢個真係一個好兩難嘅局面。蘇爾嘅比賽狀態明顯未達標，但係當佢打翻翼位嘅時候，佢對進攻嘅貢獻大家有目共睹。般奴喺上半場打進攻中場，冇企喺防中位置幫手組織，曼聯嘅攻勢亦都好容易被切斷，有如自斷一臂。而美神蒙特復出之後多次喺下半場入替，但係佢嘅表現仍然未如理想，好似仲同隊波格格不入咁。唯一好彩嘅就係需要前線入波嘅海倫，今場終於俾佢喺完場前開到齋，睇下可唔可以帶住呢個勢喺歐霸度繼續入波。喺冬季轉會窗外借咗去英乙球隊華素爾嘅年青前鋒小將韋特利喺啱啱一場 U21 嘅比賽為曼聯上陣射入咗2球，反勝愛華頓3-2。大家就可能會覺得好奇怪，點解外借球員都可以代表翻曼聯踢波嘅呢？係因為華素爾想韋特利攞翻啲比賽狀態，所以就俾佢翻曼聯嘅 U 隊踢呢場波。而華素爾本身喺英乙排緊榜首，經過12輪比賽冇贏波之後，佢哋已經跌到落去排名第4，好有機會要打升班附加賽。而韋特利2月之後只係幫華素爾出場過16分鐘，睇嚟呢一次嘅租借可以話非常之失敗。曼聯自己前鋒都冇人，如果佢本身留喺隊度，分鐘喺一隊已經有更加多嘅上陣機會。睇下呢名19歲嘅前鋒喺嚟緊夏天翻到嚟，有冇機會取悅到阿摩廉，令到佢有上一隊嘅機會。另一單大鑊嘢嘅就係外借咗去維拉嘅拉斯庫喺上個星期4嘅操練拉傷大腿，分鐘呢個賽季提前收列，而維拉亦都要喺爭前5保住歐聯嘅席位先有機會買斷拉斯庫。而家咁樣搞一搞，本身諗住用賣佢嘅錢嚟買人呢個計劃，唔知道會唔會因為佢嘅受傷而有任何嘅變數呢？
星期四，曼聯會作客畢爾包踢歐霸杯4強首回合，對方嘅首席射手辛斯特喺上場西甲度踢咗22分鐘就受傷離場，今季踢咗25場嘅佢入咗15個波，預計佢2回合都唔能夠代表畢爾包上陣，而當家球星尼高威廉士喺上場波下半場已經傷愈復出，相信佢同佢哥哥伊拿基威廉士會喺左右兩邊翼鋒度幫畢爾包攻堅。預計曼聯嘅正選陣容同今場對般尼茅夫會好相似，三中堅會用蘇爾、麥圭同埋約羅，左右兩邊翼位會用多古搭住馬沙拉維，希望佢兩個可以全力凍結威廉斯兩兄弟。中場方面，般奴好明顯打防中，會令到曼聯由守轉攻更加順暢，所以可能由佢搭住卡斯米路鎮守防守中場。而前場進攻球員方面就會繼續依賴加拿祖去做突破，文奴就會負責幫輕般奴做組織同埋入楔嘅工作，而正箭頭就交俾海倫，睇下佢可唔可以連續2場入到波，令到曼聯喺首回合保持住不敗。今集就嚟到呢度，大家預計歐霸杯嘅陣容會排成點呢？歡迎喺下邊留言，我哋下集見，拜。